嘉义县是台湾正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配合嘉义大学，用农业病虫防治加环境友善的防治主材，做伙来举办展览，用科学方式教实农教育，要互分嘉南地区的囡仔会当认捌到这农业内面的科学发展。嘉义大学的教授甲各小的学生囡仔来认捌农作物顶面的做现的汤土，佮有互动体验的设计，互囡仔哪算哪学。这是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配合嘉义大学第8会馆太空教育馆举办农业海棠甲环境友善防治的展览。看到科学甲咱的农业要安尼来结合咧等于是把咱这个农业的部分可以做比较友善环境的一个调整了解到说昆虫有哪些特征，然后哪些不是昆虫。展览当中除了有各种海棠介绍以外，佮有嘉义大学农业科学研究的生物防治成果甲技师。册顶人表示，农业是嘉义县真重要的产业之一，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大家重视友善环境的观念。防治唔是干那喷药啊尔，咱有足侪对咱的环境非常友善的这样子的一个防治的这样子的防范会当来给处理安尼，会当对。用这个机会来甲各位乡亲时代、父老兄弟姊妹来甲大家分享。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这个展览会展到明年9月16日，当中还有规划40场的教育活动，唔但教囡仔来入捌昆虫，还有请食物医生分享照顾食物的观念，希望互相关农业科学的知识会当透过这个特展分享，互更较侪人知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